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播戏来呢个节目。今日大家来讲蜡烛，讲到蜡烛，大家会想到嘛？个百姓的世界会用到蜡烛，系冇是系上一个世界是盖伦国的世界会用到蜡烛。不过其实蜡烛对因个生活地图啊，佢用嘅地方超过应该想象，所以不应该生活大陆冇强龙嘅感觉。咁但係安樣呢，今日老大家來小解嘅節名到蠟燭是非常嘅有意思，大家咧歡迎你今日來賓，其實來自台中嘅蠟燭師 Ophelia， 歡迎。大家好，我係鍾小涵，同翻譯認識大家。哇，欢迎！我们的小涵其实是客家人，对不对？对。可是因为从小可能就没有讲，对，就忘记怎么说。对。不过今日真年轻欢喜可以请到小涵来到亚片同大家来分享，说哇，这个蜡烛这件事情，而且也重新熟悉一下很久没有接触的客家话客语。刚才那个 opening 其实练习的还不错啊，真的谢谢我请我家人帮我恶补了一下。哦，真的吗？你请谁帮你恶补？爸爸、姑姑啊、大伯啊，大家都来帮我恶补。啊，姑说你有谈过爸爸、姑姑啊、大伯，记得有讲过客家话，有讲过。会，他们其实对话是客家话，所以听我可以一点点，但是不太会说。对，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或是结婚的关系，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对不对？不过哈，我觉得你看，基本上做对了都亚片同大家的分享，他的事业也好，他做的事情啊，又可以重新这个。听到一点点客家话，连起哈，我觉得很美好哈。不过今日大家就看到，你看我在我们现场，哇塞，好漂亮哦！而且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底度就闻起来，好香，而且就很舒服。然后录影的这个沟场底度就会觉得。想要把速度放慢，然后好像应该要去喝杯下午茶，吃一些厚实的东西，对对对，对，就是很让人放松，对哈。大家是不是讲，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少改黑马改东西嘞，其实是黑蜡烛这件事情。不过一开始，先不能理解，用亲朋友一个震撼教育哈。所以你看，蜡烛燃烧会有蜡烛的油嘛，上面这个油可以当保养品，对。这太神奇了。对，我们家的蜡烛可以做保养品，是因为一般市面上很多人知道的蜡烛，其实大部分都是用石蜡做的。对，像就是很多大厂牌啊，但是石蜡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啊，石蜡其实就是石油副产品。对，所以其实它比较有致癌的风险。不能说绝对有，但是它比较不天然嘛。好，那我们都是使用大豆蜡，那我坊间有很多椰子蜡等等都有，这些都是植物蜡，比较天然。那我们家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想说，既然要做，我要做独一无二的，而且呢，自己是妈妈哈，就是我会喜欢一个东西有很多功能，所以我们添加了保养成分在里面。对，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录节目之前啊，我就说哈。蜡烛还可以当保养品，那是像那个苗毒白白改蜡烛，他就说那个不行，那个不是白白的，不是那一种。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像这边我们就有看到灯亮亮的，这个底下就是一个蜡烛。那我们现在这样看过去，因为燃烧的关系，所以上面有浮一层蜡。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蜡我可以直接沾在手上，没错，当乳液这样用。对，而且它这个沾上去啊，会比我们平常喷香水的香氛还要更持久。对，那因为里面所以它可以当保养品，又可以当香氛，对，身体香氛、环境香氛。那因为有保湿成分、乳油木果跟甜杏仁油，所以像我们女孩子比较容易角皲裂啊，或者是说身体比较干燥的地方，拿来涂保湿很好。对，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做一件行为，就是说，如果我来封建准皮水墨的世界，我旁边如果放了一个这个东西，我还可以这样，看一看，沾一点点涂。没错，好多功能哦。对，我自己的房间啊，我的床头就有这样一组。那我洗完澡，我就会沾蜡液，开始推拿我自己的腿。哇，对，然后睡觉的时候就闻着香香的睡。是，所以你看，第一个它可以是一个小灯，对，然后第二它又可以保湿，没错。啊，提上点呢，可以和走在蹦一皮来用用。没错。可是大家会问哦，一般来讲，地讲机走的爱用走一些，我心里也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它会很烫。一般来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点蜡烛，有时候，假设说这个以前古代哈，我们古代就是如果停电的话会点蜡烛，上面都很烫。对啊。好，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石蜡，石蜡是属于高温蜡，所以它燃烧之后的蜡油很烫。对，那我们是低温蜡，植物蜡，这个是低温蜡，大豆蜡。对，所以它其实最高温大概45左右而已，其实就是温温热热的。
不会到烫伤，就蛮舒服的温度。对，我曾经炙辣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很迷糊的人，炙辣的时候不小心整锅打翻了，就洒在脚上，就那个一下子会有点热的感觉，只是不会烫伤。对，它瞬间就会降温了。是，所以跟我们一般那种传统观念里面认识的蜡烛感热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以前传统那个蜡烛稍微倒一下啊，好烫哦。对，所以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能够多了解到大家在讲的下，第二是Ophelia 讲的蜡烛哈，其中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白色的组合，然后这里是一个黑色的组合，对不对？是。然后我说的这个是一个小台灯，可事实上它是有特殊功能的。对，它是容蜡灯。对。我第一次听到容蜡灯因为它是专门用在容蜡的灯泡，它的温度比一般的台灯高，所以我们曾经有客人说，我可以用我家的那个台灯就好。我说没办法，因为那温度不一样。是这样。对，哇，那其实还是要手小心，不要摸到灯泡，对不对？你直接摸灯泡就是会烫伤的了。OK， 我懂了。所以简单来讲，其实蜡烛本身不会太烫，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可是那个灯是特殊的灯，所以灯泡特别烫。对，灯泡会烫。你看，我等下是讲到烟都很安用，因个公司才会等下蜡烛走的，非常改酱，非常改豆黏啊，款鱼了有时候各种不同的形状跟颜色，真的会让不性轻扁都冻喉。我觉得有时候。你看，我们说吃太甜的东西对身体不一定有好处，可是也有营养师会讲，他说你吃点甜的，你不一定可以身体更健康，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心情好，所以上次呢，大家讲你都不会憨憨聊聊，不过是讲你走起步下走的看到这么美好的事物，心情也会变得不错，对不对？不过讲回来，你填充这个就是我知道 Ophelia 有带 Loimotion 改系列，例如说经典璀璨，对，还有白雪，对，白雪姬，大概是在哪里？比如说像这个白色的大罐，这个就是白雪姬系列。那白雪姬系列其实就是我们针对女生，因为我们其实女性客户蛮多的，那女生比较喜欢花香调的，对，所以这系列几乎都是花香、清香这样子。问一下，有男性客户吗？有男士系列，有男士系列，对，我们的黑色啊就有男士系列。我曾经卖过一个客人来第一次来，然后闻了之后就说，这是渣男味，我要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特别买渣男味？对，所以意思这个皮呢，其实就是比较中性感、男性的 man power 的味道吧。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讲改花香比较多。那经典款是这个棕色瓶子跟小的白色瓶。这个对，这样子，它就我们分2个尺寸啦。对，但是它的味道的话，会比较说一般大众都知道的。那香氛浓度也没有黑尊爵这个系列这么浓，对，它会比较清淡一点。那像大家比较知道味道，像小苍兰呐，我很喜欢小苍兰的味道，所以小苍兰大概就比较在这里的，对，就是大家知道的一般的大众味道，就是我们的经典款。所以来总也是一半大众的味道。OK， 所以那璀璨刚刚这个是。白雪姬，然后这个就是经典，然后这是璀璨，对，没错。所以这是主要你们会比较拥有的3个分类的一个味道，没错没错。那为什么一般来说，你讲一半改冲洗，一半改芝士，我们当然知道会有安优改梅头，当然是很因为里面加了可能精油香气来源我们的香气来源是韩国的化妆品级的香精，然后也有法国妆品级香精。那妆品级是什么？就是运用在保养品啊、护肤品啊。会有一点香香的，有没有？那个都是妆品级，就是它用在人体上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节目一开始是老乡就没有在讲你讲你用那个可以走在做保养品，你走在高修，那它当然一定要是保养品等级的香精，没错，要不然你怎么敢把它拿来放在自己的皮肤上面？那而且我们都有经过 SGS 认证，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得很安心。因为毕竟我自己也在用嘛，我甚至我女儿也在用，我女儿才小学1年级、2年级，对，所以她是就是可能擦手，对，擦手就身上会就是香香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自己要用的东西，我们就一定会让它比较天然一些，然后是无害的，我们才敢让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个东西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系列哈，係講日來自從自家嘅生活品質，有啲因為好注意到，我還有一些香香，係冇擺起來沒降價，最重要看走在保養，對不對？然後現在連小朋友都喜歡。我是覺得它真的是很多功。那我覺得剛才 Ophelia 又講到，就是講，它即便
OK， 你放在手上，不要想保养这件事，它也可以让你整天觉得香香的，跟香水比香水更持久。对，持香度比它还要更高。对。因为香水会发灰，对，因为香水挥发掉，比如洗了手就没有了。没错，这个还比较持久。对，因为香水它的基底就是酒精嘛，对，所以就是挥发速度会比较更快。那我们是蜡油，所以它其实是吸收到你的皮肤表层的，对，所以是会持香度会比较久这样子。对，哎，你看到根本你改内边 Ophelia 看来是系一改就是走这种好。让人家觉得是美的这种事业，不过其实就冇强改故事哦。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张总来讲。你上堂讲到蜡烛这件事情吼，你讲到去做保养品啦，吼，皮肤动向，其实对我来讲实在，不，我真是会提白，吼，做啲安全看到安样解，蜡烛可能动你了会是溶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灯，我刚才一直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就是站在我旁边，好像热热的，有点烟，然后又觉得好像蛮美好的。然后 Ophelia 又一直讲说，其实它真的是保养品，然后我就忍不住。就偷的，就是用，你知道我沾的时候其实有点紧张哎，因为每次沾到蜡油都很烫，然后你就这样，哦，真的不会很烫，然后赶快，对，然后当保养品，对，然后抹一抹，然后这里也抹一抹，对，哇哦，很舒服，舒服，然后闻看看那，好，然后闻一下，哎。好了，可以下班了，走在下班嘞，赶快回家吧。今天好像差不多很美好这样子。不过其实你讲到安永改蜡烛，其实当时你其实应该说生命当中一开始做这个蜡烛是从防蚊的蜡烛开始。对，好奇特哦。因为我们家有在露营，那以前我还没有做这个行业之前，就是我们都会去外面买防蚊蜡烛。对，那其实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社工啦。哦，对对，但是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做自杀防治，然后我怀孕的时候被个案打到肚子，因为就是要自杀嘛，就是闹脾气呀，所以被打到肚子，我就必须安胎。那安胎的时间，我同事就必须要帮我接住了工作，所以我其实就离职了。离职之后就好多年都在家里相夫教子，对，所以7、8年没有回到就是职场。对，那2度就业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能有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会觉得哎，你履历投了就好了，其实没有，因为人家还是会喜欢用年轻人啊，刚出社会啊，好，对，那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那后来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露营嘛，所以就想说啊，不然去学蜡烛好了，以后防蚊蜡烛我自己做这样子，所以就去学了。学了之后发现哇，我真的好喜欢这件事哦，因为就是闻到香氛，然后各种不同的造型，所以我就去考了证照，好拿了证照这样子。然后拿到证照之后呢，我就开始去研发。防蚊的精油配方，所以也拿了精油芳疗，好等等的证照，该拿的都拿了，这样子，对，那就开始自己调配。所以我们的防蚊蜡烛就是这样子被我做起来。那我们后来就去露营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用我的防蚊蜡烛涂抹在孩子身上，发现这个效果非常好。真的，对，因为一般人就是防蚊，如果你去露营或者是在户外，会喷那个会喷防蚊液啊，对，然后老伯伯又买那种叫什么防蚊贴片，对，然后是不是真的动又好，还没地，可是你讲该很有效，对，有效。那差别在哪里？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香水是酒精基底嘛，对，那其实防蚊液也是。所以为什么随时要补充？因为它就会散发掉了。但是这个不会，因为它味道会一直停留在你身上，就是精油的味道。我们的防蚊蜡烛是100%纯天然，全部都是用植物精油做的，我们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对，所以用在孩子身上非常安全。那刚刚主持人也说，这个空间你都闻到那个香气了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点了防蚊蜡烛，这里就是全部都是防蚊的味道。那个防蚊的味道是会特别不好闻吗？还是就是我们里面就是香茅精油对，然后柠檬草啊、广藿香啊、薰衣草等等的这样子，对，很草本啊。那摸一下，那种安永改防蚊蜡烛其实也是
有一点点保养品的功能吗？哦，对，因为就是纯天然的，而且它更好，因为它是植物精油。植物精油它本身有它自己的特性在，像香茅、柠檬草本来蚊虫就讨厌，广藿香可以防小黑蚊，对，那像薰衣草可以镇静肌肤嘛，放松心情，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里面的一个配方。这样，等一下，这也太好了吧？对啊，用在港沟很嘛改，就是你在涂保养品防蚊嘞。对。是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来涂保养品，涂完之后其实目的是可以防蚊，而且我自己拿起嘎动好香茅的味道啊。对啊，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到了像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很善用香茅安用改美头，其实也敷一双厚皮，还要喝香茅茶。所以如果你运用这样的比较草本的味道，其实很舒服，很舒服，然后又可以当保养品。对，可是该下又谈同机公机一开始走世界系沙贡。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跟你现在的工作是天平的两端呢。其实可以结合的，对，像我们其实也有结合我们自己的所学，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在做这个事业嘛，那我们都是諮商背景，所以其实我们在教课的同时，他就是在疗愈人心的。有时候我就会跟，因为我也很爱讲话啦，所以那个学生来，我们就聊个几句，默默的就聊到心事啊什么的，然后就听他说，倾听。那其实，在制作蜡烛的过程需要等待，所以那个过程就是很慢的步调去做这件事情，就可以去做疗愈。那像我们有就是亲子课程，所以在亲子课程的时候，又可以看到那中间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都可以从这样的过程去带到我原本的所学，然后去协助他们这样子。很棒哎！我觉得你可以想想这个事业未来的发展。你现在做这个事情多久了？我们大概快3年了，然后从兴趣开始发展，然后做到现在也越来越开心。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好棒的地方，就是你很单纯是走一个保容平挺。其实因为社工以前就会常常跟人接近，对，所以你不会怕人，不怕人，对。然后当然你现在做一个老板娘，你会面对动摸 K 改客户，你当然不会怕人。然后你本身又很喜欢跟人接触，所以你等于是真的是运用諮商的这个过程跟人做结合。因为刚才台港地有谈到嘛，给讲给改口腔地图，比如讲有亲子课程，所以其实你有开课，我们有课程。哇哦！所以这个课程是怎么样？就是大家来，然后我来告你走蜡烛，因为现在说真心的，外面很多这样的一个课程，对，很多手作的课程，想得到的都有，不论吃的、用的，对不对？木工然后手工艺品，然后而且是蛮难的哦。那你说做蜡烛，还有做香皂，对不对？手工皂，附一松都按有口腔，所以你根本你走按用改蜡烛口腔。就是真的就是教学这样子，然后你们就来，我就教你。对，那我们也有就是到府或者是上团体课程，对，像一些政府机关的，像学校啊，或者是社福机构也会找我们，对，然后一些企业也都有，对，我们团课也有上。所以如果是企业或是这个政府机关怎么样，你就是你像医生一样，就那个。抱佛是那呢，然后你就去上课了。熔蜡炉啊，材料原料啊，全部都要扛一台车这样子，对，就带着去上。对，我觉得很棒哎，你那个当时讲说你离开社工这个产业的时候的那个很戏剧的情节，有没有被踢到肚子？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在家里沉淀了7年半年，然后后来又想说来去考一个证照。没错，我觉得你现在等于是生命中这个等于是。创业开了另外一朵，对，第二春，对，开了一朵就是非常棒的花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到府服务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有提到我以前就是都在家里相夫教子嘛，所以其实我非常清楚知道，妈妈自己在家里带小孩没有办法去工作的时候，又要想很多东西给孩子玩，其实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就是会去宣传，我们可以到府去教课，有的妈妈不会开车啊，或者是带小宝宝不方便嘛，就是可能2岁小孩子，所以我们会到他们的家里面教他跟他的小宝贝，然后一起动手做。对，那结束我们再回来这样子。所以就比如讲像是1对1安用对，1对1。那学费不用讲出价钱，只要讲会不会很贵就好了当然1对1就会高一些啦。但是就是一整个下午
改西给嘛，一跪下酒就整个下午。不会，我们会看他的预算，比方说他预算高一些，他或者是这个妈咪说哦，我就4个小时都要让孩子做，或者是2个小时，那我们就会帮他配课程这样子。难怪你刚才会讲到你上口改世界黑工，又给妈妈到谁你，然后你会在旁边除了教学，事实上透过这个教学看到他们亲子的互动。对，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想分享、很特别、动体撇改例子，可以跟观众朋友讲？好，我曾经我们有教过，就是一个团课，大概是6组的亲子。好，那你就会看到那个过程很有趣，就是美其名是带孩子来玩嘛，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做那个马卡龙蜡烛，很可爱。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做的同时啊，有些妈妈就会沉不住气，哎，不是那样子放，哎，不要放那里，然后就妈妈说放这个好不好？因为变成是父母亲在主导了。对，那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哎，不要这样做，我们不会，就是看着他们怎么互动。那结束之后呢，沉静下来之后，我们会一个今天的分享，然后我们就会去说出，哎，其实这就是在家里你跟孩子的互动过程教育的方式。也许可以多试一些让孩子自主的方法。也许你觉得不漂亮，可是在那个眼中，孩子是觉得漂亮的。对，一般来讲，你系讲又按改口腔，一般老师不太会管这些。反正我只要把你做好，然后你回去带走了马卡龙，用手吼嘞。对，你讲你被贴撇在后面这样。对，哇，那真的要蛮小心，而且要爸爸妈妈有听懂。这个课程是 OK 这个课程是规划好的，就是亲子的一个心灵课程，会谈到亲子教养。这个在文宣上就有先说清楚。我们是会带到亲子教养的，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就是想要来看看自己的一个透过手作课程，然后去学习亲子教养、亲子沟通。我们是有这样的课程结合。难怪，我想我跟妈妈为什么哇，你这个说干嘛多嘴这样？没有啦。可是我觉得你刚刚真的说到很重要的观点呢，就一般来讲都都神意，因为我们华人社会会比较习惯想要控制，控制，把突然后走东西然后就觉得那样是最好的。孩子们走出来的东西口内没有那么好，可是那是他的空间。对，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角色比较是那个亲子教育的角色，比较是让爸爸妈妈讲，就是你要把孩子摆在最前面。对，就他是主体。对，其实相对这个爸爸妈妈比较是附属，我们就是陪伴。他想要怎么样，你就留这个空间给他怎么样。而且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整个是创造力的一个培养。没错，对不对？你让他自己去做，而且他会有安全感，他会有自信心。对，没错。对啊，你妈改的讲，哎，我怎么的样把外地的样走，怎么的，他会没有自信心。对，而且久了就没有创造力了。对，怎么的，那声音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对，也会比较没主见，因为就是爸爸妈妈说了算这样子。对，真心你看，其实呢，哇，你口中非常的丰富还有嘛个好听的故事，你等下怎么讲？你上堂节目咧讲到，Ophelia 佢仲係做蜡烛嘅事業，其實一開始係做傻工嘅哦，很難想象哎，对不對？而且還說什麼自殺防治，對，也跟下這個是完全兩個世界。可是最棒的事情是，做咧談到佢係用因來運用，其實佢過去做傻工嘅背景。不用到你俩下改透露地圖，好，我講過，所以有問題，我問講，哎，還有一題就是你剛剛說到這個防蚊蠟燭，聽說這一罐就是，對，可以拿起來聞看。好，然後它的顏色就是比較穩定、比較沉穩的顏色，可是外表的包裝啦，對，好，打開來摸一下，劈一下，直接開，哦，好，哇，這全新的，對，我就這樣開沒關係，沒問題 ，OK， 好，用可能了解係 Amy 講的這個，係講降半門拗斗吊斗改蠟燭，我要聞一下，可以聞，很香哎，有聞到嗎？哦，我很喜歡，你喜歡香茅味道？我覺得這也比較紅，這個可以在房間點嗎？可以啊，這個最天然了。就是這個可以不要當防蚊蠟燭，就當成我在這個房間的這個香氛。沒錯，其實它精油本來就可以就是放鬆心情啊。哇，我覺得這個防蚊。這個太棒了！我覺得這個不要時去到腦背這樣不門掉，其實容人不用到見風是走的嘞。然後剛才還有講到，就是你用漱口嘛，告好。所以像我剛剛就問說，那像這些，就是那些你們上課的作品。對，沒錯，教學的作品。那我們的認證課也是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哦，所以那你都系讲送口送 test 走得绕安永改蜡烛带走一起都带回去。对对，就是做完他们就带回家了，很漂亮哎，很美哈。然后他们带回去真的是可以使用，不是只是纪念。可以使用，但通常很舍不得吧？哦，对，因为很美，我自己都舍不得点。也是啦，黑狗哎，红狗蒙走了，蒙盘的肉，可是它是可以用的，它可以用的。哦，不过咧，你讲到了哈，你对蜡烛有好多个了解咧吼。不过考下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福气便利点，你系乜嘅意思咧？大家有想过冇？大概大白朵不哈系讲用蜡烛。我们就燃烧，对不对？我们就遇到一个困境，都有一下困难，乜嘅困难呢？其实我现从又带出一个困难，比如讲像这个，我先讲这个小的，这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北奇豆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小蜡烛，觉得很棒。然后燃烧之后，它中间就会有一个凹洞，然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点，然后用那个打火机一点给之后还会手烫伤。对，然后你看这个是大的，一样。就说其实你一直烧，这中间会越来越凹，对，然后有时候芯会越来越里面，是，这可以解决吗？其实会造成这个原因呢，有2种，一个是烛芯错了，就是厂商在制造的时候烛芯尺寸不对，因为你的口径很大，你可能需要相对应的烛芯尺寸，所以它变成是只烧中间，它没有办法燃烧到旁边，就会造成有一个中间一个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烛芯很聪明，它有记忆力。好像你左边这个比较小颗的这一颗，它很明显一个圆圆的，对不对？对。那是什么呢？它的烛芯够大，可是为什么会有圆圆？就是你点，但是你没有在整个蜡平面燃烧完，你就把它吹熄了，它就想说，哦，我只要燃到这里就好了，它以后就只烧那边。怎么可能那么 AI？ 真的也太 AI 智慧了吧？对，这叫隧道现象，这是所有蜡烛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问题是我把它吹熄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它就只烧那里。对，因为我就再也等不到它烧到全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该它拱，你有等于烧到全部尾时间，你才能够吹熄它，对嘛？因为它有记忆跟那个烧表面就可以了。对，可是问题是当它变成一个凹洞的时候，该怎么办？还仍然都等不到它烧到全部的那一刻，因为就再也没有那个时刻了。因为它就记住你只要那里啊。还有，我以为讲到拜拜，有冇？但百姓也是该孙头表的两扎该风该蜡烛，有冇？你容易烧就是烧那个中间，越烧越低，越烧越低。对，这可以处理吗？可以的。好，怎么做？我这边有准备了哈，像这个蜡烛一般就是像这样子一颗嘛，那我们可以准备就是这种铝箔纸，这很容易就有啦。对啊，就家里就有了啊，烤箱什么的。那你可以怎么做？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它聚热，因为原本它已经有记忆力在这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它聚热，你就这样子把它包起来，绕一圈，然后用个胶带把它粘起来，粘起来之后稍微这样子让它就是有点合，但是不能全盖哦，要有空气，火才有办法烧，所以像这样子稍微让它聚热在中间，它就会透过这个，然后聚热在中间，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火。然后点火之后呢，你就要看到你点了火之后，你就让它去烧，等到它烧整个蜡平面都烧到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拆开来，你就可以把它抽起来，就让它继续烧，它以后就会恢复整个蜡平面了。很简单，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真的太神奇了。因为你基本你现从某拜图和走信仰个系讲，相信朋友有发现也不好个蜡烛你很喜欢的，然后烧到最末也是挪不都没用到。对啊，因为外面没用到好浪费哦，都浪费嘛，你就起到很美蜡烛。我曾经还有一度幻想，是不是蜡烛它这个人生就蜡烛人生，在这个谁改地图，它就是永远就只有中间可以燃烧。而且我跟那个同事聊的时候，我同事还跟我说，那就是一个蜡烛的舒适圈，有没有？它就是好可爱，跟着东给烧，哦，好舒服哦，烧到旁边就全部浪费掉。我真的以为是这样没有，但是前提是我刚刚说这个包起来的前提是烛芯的尺寸是对的，所以如果你够长的意思吗？够粗。尺寸够粗，对，长没有用哦，长则会有黑烟。那这我有疑惑。那大家厂商当时在走两蜡烛的世界，为什么烛芯就要针对你这个蜡烛的胖瘦，你就要做足够粗的烛芯啊？没错，所以为什么手工蜡烛跟工厂制造蜡烛价格有差，也是这样。对，因为其实一般在外面拜拜的蜡烛，它就是拜拜用的嘛，一个点一个感觉的嘛，所以它
那这样讲好吗？反正就是我就是有的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用了这个方式，发现它一样不会烧到旁边，那很有可能烛芯就错了。那个拜拜蜡烛不是都有的很大支嘛，可是很细的一支烛芯，那尺寸都绝对不够。所以如果现在的人都知道了，所以其实外面坊间也很多是它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颗的，但是它会有2、3根烛芯。有看过那种吗？没有，2个烛芯的或是3个烛芯，它就是要避免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好有趣哈。对，不过这个其实当生时吼，乡亲我较系讲有蜡烛，你想讲莫浪费，而且加还会做啲融好都是种该下信上告改奉宣，用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聚热啦。对，其实是聚热。对，没错。对哈，喜欢这个好有趣哈。不过根本一出了广东蜡烛，你可以创一下动体撇个东西，扩香石，很美。对不对？是不是扩香石在那边？这是扩香石。就是这个是什么？严格讲起来，它就是石膏。对，它就是石膏。那石膏的话，它本身的毛细孔比较大一些，然后它又能吸湿，所以我们当把精油啊或者是香氛啊，把它喷在上面的时候，它就能够扩香，透过它的毛细孔去做一个扩香。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如果房间放一个刚才款头改扩香石，对，我只要滴1、2滴我喜欢木头改精油，对就好了，没错，然后就摆在那里，对。但是当然这个还是会有范围嘛，像这个这么小，你房间如果有10瓶，应该是不会有味道。可能就你床头有味道而已。OK， 黑公，我懂，就是它有一些范畴。对，没错。不过你靠近它的时候，它就可以就是香的。像这种小的都会建议车上啊，或者是衣橱啊。衣橱这个不要再买什么衣物香氛袋了，这个方便多了，你又永远不坏。你味道淡了，你就再喷就好了。我没有想过可以放衣橱呀，可以我们都放衣橱。对，所以你只要补充的是你喜欢味道的精油即可。对，或者是你的香水。哇，你好聪明哦！我那么聪明，哇，这个真的是我今天的收获很大。就是当妈妈的都要省钱啊，原来是这样，因为真的会买衣物香氛袋，然后挂在个上吊，用挂呢。对，挂着。对，哇，你看讲到然后感觉去费松改又紧嘛，去恭喜台飞机还是走上面挺哦。讲到然后你这个创业心得让你很有感触哦。对，说真的，这是一件。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可以做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其实每次在做蜡烛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在工作啦，因为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有时候会做到废寝忘食，常常在做到那个小孩子时间要去接了，我都还没去接。结果那妈妈没有来，我还在学校，还走后高有吗？对，老师打电话说，妈妈那个小朋友还没有来接。我说对哦，还好我们家离学校很近。是，对，但是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感恩的，对，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做了，除了自己喜欢，其实顾客也给你很好的回馈，是的，没错。我觉得做蜡烛这件事，就像我刚刚说的，小朋友在制作或是大人在制作的过程中，你自己制作出来的成品会让你有成就感。那我制作出来的东西，我的配方大家喜欢。当给我回馈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动，就是那种被认同的感觉。这个是我过去在很多的工作上面，比较难得到的就是一种认同感。对，今天当我的东西被看见了、被喜欢了，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做这件事很值得。哎，我懂那种感觉。对，能不能赚多少一定的钱，虽然也重要，可是人家的认同才是最重要的。对，那你近期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想要怎么样扩大呢？还是多开一点课程？我其实一直想要赶快开一间店啊，因为我们目前是工作室，所以很多客人都会说，姐姐你什么时候要出来摆摊？因为我们偶尔会出去外面摆摊，客人才能闻嘛，因为我们都是靠网路啦。那闻香的东西没有地方让人家闻，就有点可惜，所以我们还希望可以开店。那其实我们有在做公益的服务，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开课程嘛，团体课程，所以有时候像之前有一些比较社福机构啊，经费没有那么足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就是会回馈回馈回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对。其实都感谢吼，你甲挑讲用 Ophelia 带来按感同应该故事吼，尤其去讲到不论佢系希望佢未来的目标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我们就祝福 Ophelia 的这个
这店赶快成型，因为佢做得为很好都应该来服务吼，唔单讲系蜡烛嘅服务，其实就系去社工背景，大部分大家嘅服务安永，真是谢谢你今天来，好，下次开店了再来，这样没问题，好，谢谢，感谢，听年下来咧，让前你嘅乡亲朋友向下来做认同了。好看福喜类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嘅面书咧кин站哦，还有填入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留两句影片分享出去哦。